網紅城市長沙，其實網紅城市咧係中國大陸呢幾年咧，佢玩呢一個地攤經濟，即係我哋認為嘅嗰個口紅經濟啦，即係二次世界大戰嗰陣時提出嚟嘅一個 model 啦，一個經濟嘅 model。咁而家咧口紅經濟底下，佢呢個所謂嘅網紅城市長沙究竟大年初一嗰日嘅情況係點咧？其實都係相對嚟講係比較清靜嘅。咁但係咧，佢嘅人流咧係集中咗喺呢一個旅遊區為主嘅一個地方。咁樣咧，我哋都逛咗一啲咧比較有標誌性嘅嘢啦，咁樣。亦都翻咗去我之前讀書嘅學校睇咗下啦。嗱，呢度就係啦，其實。咁亦都咧睇咗長沙古時候即係近代最高嘅一座建築啦，係近代就係天心閣啦。咁天心閣當然佢亦都唔係真嗰座啦，佢就係80年代重建翻嘅。即係其實好多中國內陸嘅大城市，包括咩黃鶴樓武漢嘅嗰啲都係重建啦。呢座中山亭係當其時民國留低嘅。呢個都係民國留低嘅，但係佢哋都有一個毛病，就係咧佢哋修舊嘅時候咧係整得太新，整得太冇歷史嘅厚重感。咁樣咧就用呢一段影片咧嚟作為咧我哋喺長沙之旅嘅一個結束。期待下次嘅旅行。